表弟表你估下邊係有化妝？係咪分唔到呢？用完Sino呢一隻精鑽美髮系列，素顏竟然同化妝一樣白。我到完粉底亦都再買過啊，因為之前太黃啦。點解咁勁？Sino全系列產品都有專利美白外泌體同埋全微酸，醫美級成分高效又勻膚。Sino獨有Emulsion精鑽導入科技，直接將成分帶入基底，做到阻斑時刻再修護。基底夠穩定，真正做到唔俾黑色素形成。精鑽面霜有齊3大專利，質地好易推開，針對色斑、UV 斑同埋荷爾蒙斑，淡斑同時深層修護可以預防新斑形成。最正係用埋呢支精鑽眼霜，佢係塗抹式黑眼圈針，一定要記住由內向外搽。呢個冰感按摩頭可以幫手消腫提亮，每日3分鐘抹走黑眼圈，一套做晒美白淡斑修護，絕對係今個夏天必入手嘅美白 combo。重點係開價錢就有醫美級嘅效果 ，CP 值勁高啊！萬寧、Sino Mall官網同埋Sino概念店都有得買，萬寧仲有限時優惠，快啲去買啦！